跑完到國際賽咧，又嚟到我哋嘅盛事啦，就係呢個五班田組嘅拆組賽事啊！呢類賽事如果唔計貴福特嘅話咧，因為佢就一出一批啦，最高上名率係邊5位練馬師？五萬字，伍彭志係有份嘅，佢係並列第3位40%。葉楚航、葉楚航係冇份嘅，徐宇石、徐宇石係冇份，丁冠豪，丁冠豪都係冇份，諗前列啊，諗前啲啊，告東尼、告東尼都係冇份嘅，廖康明、廖康明都係冇份，黎超星、黎超星都係冇份，尷尬，羅富全、羅富全係第1位嘅44%。蔡漢、蔡約翰冇錯啦，因為佢有幾隻馬咧都係中意瞄準啲5班嘅拆組賽事嘅，例如旋風飛揚咁咧，佢係試過連續跑3個唔同路程嘅5班拆組賽而上名嘅，仲有2個，姚本輝，姚本輝都係第3位40%，仲有一個就唔算前列啦。不過都近排有隻短途馬王嘅，近幾年呢位練馬師咧最近6次喺呢啲5班拆組賽事、田草拆組賽事出馬咧係有5次入 Q 嘅。哇！呢個真係投唔投降？哇投降啦，真係要留言話俾我哋聽係邊一位？